有人会用华语讲别权了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哦哟，别权别权了。了，意思这边的意思就是讲卖骗人的意思啊啦是。什么？嘿啊，嘿，卖别权了，嘿卖金那个卖什么？卖什么？卖冬瓜，卖米，卖菜，卖冬瓜啊！卖纸啦。哦，你想过含啊纸噶咧？阿雄，我这边的意思是卖考啊。哦，因为咧泉水吼，咱若有当时啊讲到伤心的代志。不过伊无3点水呢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因为这无3点水嘛是水的意思啊。哦下口有一撮水，你看。哦，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卖骗人的意思。哦，转就是拄则讲的，伊黑白讲话，哈，也是讲冷笑话，也是足迄个人足精暗的，就是讲一寡无适当的，也是无影无食的代志。啊，咱一般会讲猪头皮转无油，所以咱的转是写做迄个就是炸弹迄个炸，啊，毋过念做转。第3条，啊，迄个泉咱是念做转，所以就是海音，迄个转，个转的转的意思，海音。